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会结束，根据民调显示，萧美琴是排第一个，不过排第三的吴欣盈表示，伊家己的表现则是 No.1。因那赵少康有讲到，美国的歌手泰勒斯惊台湾的小镇，才会拒绝来台湾表演，互文化部反驳。赵少康是搁再打硬来证明这件代志。另外，萧美琴是和教育团体来交流，谈论校园安全、反霸凌、反毒品的措施。 新北的高中发生挂暗棍的案件，互校园安全引起关注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甲家长，还有教育团体代表做交流，讲到校园安全，包括反霸凌、反毒，拢需要积极来面对，而且下部会检讨治安的时间。 毒品扩张的速度以及这个年龄往下，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很积极去面对、去反制的问题哦。那当然，校园内外如果有治安的死角，也是我们现在行政院也希望能够跨部会。针对国民党赵少康初一伫辩论会顶讲讲，去年伊捌邀请美国天后 Taylor 来台湾表演，不过因为惊台湾会小战，落尾手是无达成。文化部批评讲，这并不是事实。 高雄市府疫情了后，都邀请真侪组国际天团甲艺人演唱会经济大爆发。不过赵少康也是讲出伊进行记者的过程。我讲的都是实话，这文化部怎么知道呢？他有联络吗？他有这张表吗？到底他的是整个的行程表？如果要看，我手机上都有这个来往的记录啊。没有道理，你就少讲话，藏拙一点比较好啊。 副总统辩论会煞过，根据 TVBS 民调中心公布的民调，民进党萧美琴的表现是以40%摕到第一名，国民党赵少康31%，民众党吴欣盈是7%。不过吴欣盈讲，伊辩论的表现是第一名。我是有回答所有的问题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仔细听。而且我觉得从网络媒体的评比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是 No.1。昨天的辩论我是第一名的。郭文地嘛替伊讲话。 讲吴欣盈表现是真稳，因为吴欣盈是针对赵少康甲萧美琴，讲伊面对退休金的问题时阵，因回答的是长照甲托幼，因为选民会当看得出来到底谁有做功课，会当提出具体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